乡亲啊，再一次来交代，咱若去甲寿山茶山，唔好放假的物件伫迄个车顶，啊，若无你着去像即个大学生同款，高山啊，佮引过来啊，看到你有啉的规罐抢过来，开就开始啉。啊，你讲是高无守规矩吗？直接要讲的，这是高山的天性如此，所以咱做人的物件吼，爱守好，无会得个拄着同款的情形。好好，两个骑脚踏车的少年人当着一只台湾狗真好奇。这个时阵，高山也发现因的车篮内底有一罐饮料。哎，我的书包！高山的速度真慢，饮料抢入就酸。哎，来，我帮你开，你给我。少年人本地个掠村，高山一定准袂开，想袂到。哎，你会开哦？高山的动作是不只失手，互两个少年人看一个硬气。代志都发生伫昨早起10点外，行对高雄寿山动物园的路中。骑个毕业旅行。有民众看到高山抢假释的状况，未少登山客拢讲有看过。拿整袋的包子，然后呢就固定那个时间都会来喂，真的不可以这样子。就是不要带食物啊，带什么，所以引起他的骚扰还是他的抢食啊？你如果不去喂食人类的那个食品的话，他哪会知道说这种东西可以吃呢？登山客认为，无应该去烧焦，或者是去甲人。专家也讲，食食甲饮料拢应该收起来。饮料呢，也从猕猴的认知里面被人类教会到说，它也是食物，它也是可以喝的，而且是有味道的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下，一定要提醒大家，不论是饮料还是食物，一定要放在背包里面，食物不外露是最基本的。专家呼吁，请来寿山山区的民众，千万莫去互高山看到食食。搁较卖伫因的面头前食物件，甚至甲因吃。高山较袂甲咱抢，人甲狗才会当和平共处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